好来，这礼拜五就是元宵节，爱食元宵圆。即摆圆仔除了传统的口味之外，出头原啊真多哦。有迄种会变色的圆仔，阁有新加坡的餐厅推出的有南洋风味的椰子糖、椰子丝的圆仔。另外，今年嘛来出现着冷藏的圆仔，只要淋一粒滚水，随就会当食，真适合迄种脆食紧的。汤圆来了，请慢用。小富会炉仔内底拢是传统的小圆仔，许多人拢讲上介这款传统的口味。我们年纪大都是吃花生啦，那个红豆啦，也是咸的。对，我们喜欢吃芝麻，好吃。民间传统讲元宵节的时阵，女性朋友满仓才会使嫁好翁。除了有传统，今年元宵嘛来一寡创新。还有业者呢推出了会变色的汤圆，它的七彩效果如何呢？记者实测给你看。5分钟了，白色圆仔开始有变化。5个口味蚵仔、番薯、抹茶、红壳、芝士番薯。今年圆仔口味的排行，传统芝麻、土豆是冠亚军，第3名牛奶糖口味。永生的鸡卡圆仔嘛，真受大家欢迎。鲜奶在家里其实也都只有用，一般就是用煮开的开水，或是用糖水。但是如果可以搭配鲜奶的话，其实那口感的层次会更棒。饮料业者嘛加入元宵的商机，有乌芝麻和蚵仔的口味。各业者推出冷藏即时款，5种圆仔充满喜气。拍开了温土豆腐或者是加甜汤，就会使感受真高的元宵味。阁有新加坡业者头一摆甲南洋口味、椰子糖、椰子丝口味引入台湾。今年元宵会使满足传统和创新，规家伙仔做伙团圆食圆仔，圆仔是食入嘴，甜入心。